另有一寡兄弟，因为伫过去一礼拜当中吼，拄着真大的即个雨水，感谢主，上帝赏赐互咱有真丰盛的雨水，互咱的水库吼，咱咱文水库，昨看已经超过50%啊，咱真感谢主，因为上帝看顾。但是呢，咱嘛是要特别为着伫台南地区，其实规个南部拢有真侪地区伫当中。有遭受到即个淹水、即个伤害，咱望上帝看顾伫当中，嘛为着遮个兄弟姊妹伫当中有拄着遮个代志的，咱特别要为因来祈祷。咱嘛感谢主，伫今仔日吼已经出日头啊！感谢上帝看顾，互咱会当开始有好的天气，嘛互遮个兄弟会当有机会有即个空间会当来整理因的家厝内面。咱相信上帝看顾，上帝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天气，其实上帝拢伫当中来祝福互咱。就亲像有一首诗歌唱讲，啥物上帝做日头，上帝赐风雨。嘿，咱感谢主，无论啥物款的天气，其实拢是上帝赏赐互咱的。咱特别要为着遮献上感谢，咱嘛求上帝来继续来看顾，来引带。咱特别就为着。即时就特别为着天气，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献上感谢的祈祷，嘛求主继续引带看顾伫咱当中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阿罗你，求你亲自赐福伫阮当中，祝福阮伫你的内面，经历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甲平安。主啊，是这一切拢是上帝对你所，主啊，拢是对你所来的。主啊，阮望来到伫你的面前，讲上帝，愿荣光归乎你，愿上帝你的看顾、你的引带、你的疼痛，赏赐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的心、互阮的灵来倚靠你，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主啊，阮所经过这一切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无论伫啥物款的天气，阮相信上帝，你看顾、你引带、你保守，永远无改变。你是听阮的主，你是看顾人的上帝。求你就亲自伫阮当中，继续赐福，互阮的心，互阮的灵，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仰望你，要来倚靠你，要来求主，你较济来保护、来引带、来带领。愿上帝照着你的心意，赐了平安，赐了智慧伫当中。主，阮来到伫你的恩典当中。我要讲，上帝，愿你的名真做圣；上帝，愿你的名真做圣；上帝，愿你亲自伫这当中，继续引带带领伫家庭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带同齐来经历，带伫安乐新教会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伫当中有上帝赐了平安的福气伫阮当中。愿感谢，愿仰望你，愿靠上帝你的圣名，谢谢。咱嘛继续来祈祷，特别今仔日已经要到6月底啊，要来就要开始7月份、8月份是暑假的这个期间，伫当中每一年伫暑假的期间当中，拢伫教会拢伫当中有举办真侪遮个儿童甲青少年的营会，咱特别要为着暑假期间遮个营会来祈祷。暑假期间是咱会当更较济来遮个后一代来传扬上帝福音，来见证上帝的这个机会。咱求主亲自来看顾、来带领，或遮个营会当中，咱教会有备的，就是7月15到17，要伫南来教会遐要举办儿童夏令营，这是南部教区的夏令营。咱嘛要为着7月28到31，伫嘉南药理大学要举行这个全国的青少年的营会，咱教会嘛伫当中有参与服侍。咱求上帝亲自来带领，或者所有的下一代遮的儿童青少年会当伫这个营会当中活命。
着你的心意，束缚着阮当中，互阮知影要怎样来挖靠你。主啊，特别伫下一代伫暑假当中的期间，主啊有这样的隐会，要伫当中来举行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带领来引带，互这个教会会当伫当中带着愿望来引带后一代这个儿童、这个青少年来明白你。并且有机会会当来明白上帝你的福音，会当来行伫上帝你的真道当中。愿上帝你照着你的心意，束缚伫所有的同工，这周备的同工当中有智慧，知影要怎样来引带来准备，嘛互这所有的同工伫当中有好的心灵，伫当中有健康的身体。伫当中会当做伙来服侍，会当真有活力、真有热情的来服侍，会当伫当中来帮助这兄弟姊妹、这个儿童青少年，做更较侪来经历上帝你的带领甲祝福。愿上帝你亲自伫当中，做伫今年的暑假当中，特别要做你美善的工。特别要伫当中来带领阮每一天的道路，对你来行。愿感谢你，愿仰望你，愿上帝你亲自带领，愿上帝亲自引带。感谢主，听从阮的主上帝，你嘛是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。无论阮伫地上拄着什么款的风影，拄着什么款的困难。阮拢会当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来倚靠你，来投靠你。主求你，你着伫天顶，你着听阮的祈祷，你着引带阮的道路，你着互阮看见伫阮的未来有愿望。无论未来有拄着什么款的情景，无论阮面对下一代伫未来的日子，看到什么款的挑战。看到什么款阮无能为力的所在，阮拢相信上帝，你伫当中，你咧看顾，你咧引带。愿上帝你掌权，愿上帝你掌权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互阮将所有的忧虑拢放伫你的面前，互阮得到的是对你所来的能力甲智慧。愿感谢你，愿你祝福，愿你引带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就要奉主的名开始今仔日主日崇拜。咱请敬虔兄来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看到早起时啊，日头出来，足水哦！哈利路亚！敬爱的，咱敬爱的，陈惠美姊妹伫即个6月25，我即摆安尼，遐尼远，六甲五拢看袂介清楚呢。等去到天爸厝吼，定伫7月24，礼拜六早起时8点半，要带即个殡仪馆8号。入殓式举行入殓的礼拜，当日呢下晡2点30分，伫即个富贵南山2楼，小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的礼拜，敬邀咱兄弟做伙来甲对师安慰慰祝。第2点，今仔日廖牧师要去屏东圣教会正道。请兄弟为牧者的事奉代祷。第3，6月30拜2，南部教区牧者祈祷会伫中明圣教会来举行。教会牧职同工要前往参加，敬请兄弟关心代祷。第4点，7月25下礼拜日。下晡1点半，咱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修宪的会议，请各位执事甲修宪小组同工注意时间出席会议。第5，7月28到31，就是拜2到拜5，咱伫嘉南药理大学
要举办圣教会全国青年大会，招募营会志工，协助场地清洁甲即个准备遮个食物。请向少爷传道来报名。第六，8月初9礼拜日，圣教会100周年联合的感恩礼拜，是要伫即个东海大学中正纪念堂预定迄一日的早起时7点，伫咱教会要坐游览车做伙出发，暗顿了才会倒转来到厝里。费用一个人是200块，敬请兄姐大家踊跃来参加。请向各团契小组报名，还未加入小组的，请到招待道来登记。到6月30截止，剩无几日咯，吼。全国基督会的网络年末以色列的系列。咱伫7月26礼拜日下晡1点半，伫咱教会要来看即个多人将军的回忆录，敬邀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，会当人更较具体来向以色列，为以色列来祈祷。本会甲东门圣教会。伫10月18礼拜日，做伙来举办中艺大龙门联合的运动会。当日有2间教会会做伙联合主日的礼拜。请兄姐有留时间，详细的内容甲报名日期咱连面会公布。以上敢有啥物补充？若无，请敬拜团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平安。好应停啊，然后日头出来啊，然后咱的心就欢喜着跳。这是咱向咱倒边正边兄弟。甲伊讲，真欢喜，甲你敬拜上帝。真欢喜，甲你敬拜上帝。感谢主，好，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，来学乐，感谢咱的上帝。这是咱为咱的座位起立，咱要做伙来荣耀感谢上帝。哈利路亚。起来荣耀。荣耀我主耶稣，起来荣耀我主耶稣，咱当作荣耀主耶稣，咱当作荣耀主，你是大困难。咱当作荣耀主，起来荣耀我主耶稣，起来荣耀我主耶稣，咱当作荣耀
耀荣耀，荣耀主耶稣，咱同齐荣耀荣耀，荣耀荣耀主。你是大君王，也归我安息梦，世情是你英雄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上所有，如去最后奔跑，守护我。新的我命，你是大君王，你是大君王，也归我安息梦，世情是你英雄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上所有，如去最后奔跑，守护我。新的我命，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咱同齐荣耀荣耀，荣耀荣耀，荣耀主耶稣，咱同齐荣耀荣耀，荣耀荣耀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做伙来荣耀上帝的名，上帝创造咱是有伊的心意甲面定，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心、咱的灵，拢要兴起起来，因为咱知影主引带带领阮、带领咱，是有伊的目的，互咱会当真正来看见上帝。伊赏赐伊的平安，赏赐伊的喜乐，甲咱同在。咱也看见上帝赢过这个死亡的权势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伊是全能的上帝。互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为着咱受造来荣耀伊的名，来感谢，来学乐伊。咱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学乐你。主啊，我们起来荣耀见证上帝你的名，唯有你配得一切荣耀甲学乐。主啊，你是大君王，荣耀的大君王，你赢过一切死亡的权势。主啊，你洗除人心里的忧伤，带来喜乐甲平安。主啊，阮知影你掌权伫所有一切面顶，阮所有代志拢仰望伫你的手中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一生就是要来荣耀，要来见证学乐上帝你的名，你的名要得高举，上帝你的名要得到一切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，你是大君王。是大君王，也归我安息梦，是天是你英雄，带来喜乐平安。你是全能主，掌管世上所有，如天最后奔跑，守护我。新的我命，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起来荣耀，荣耀，荣耀我主耶稣，咱同齐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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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主耶稣，咱同齐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咱将一切荣耀、学乐、权柄、能力，拢要归乎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请坐。主，阮一生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。阮知影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人的上帝。你是阮的牧者，阮要将阮家己
交托伫上帝你的身手，主你来引带阮的一生。我的心安静，你宁静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，你宁静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所听，忘了家己，互你做。你是信心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伴，有你带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互你记伫这。我的心安静，你宁静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，你宁静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目睭，我心所听，忘了家己，互你做。你是信心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伴，有你带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互你记伫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伴，有你带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互你记伫这。咱的主是信实的上帝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环境，无论有这重担、这忧虑伫咱的内面，上帝讲咱的心爱伫个面前安静，咱的灵爱来听候主的声音，因为上帝伊认捌咱的声音。所以，咱爱来到主的面前来敲找伊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咱的牧者。咱无得到来欠缺，咱拄着代志的时，上帝伫四周围来帮助咱，来扶持阮，来坚固咱。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永远我的石盘，互咱放家己的心伫主的面前。上帝伊要互咱伫伊的内面得到安息。这安息的大能要来充满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面，互咱靠主光中有配力，互咱会当来面对这艰难甲挑战。因为咱的上帝，伊是赢过死亡的上帝，伊是赢过阴间权势的上帝，赢过一切黑暗。只有上帝会当来引带咱来征战，来得胜，所以咱就放心来仰慕这位信实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救伴，有你带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互你记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。
愿的用阮的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行。感谢你，你的引带，你的带领，互阮真实经历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引带阮为苦难当中进入到平安所在的上帝。主，阮愿意献上阮的一生伫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互阮真知影，只有将阮家己完全献伫这段，互主。加做一个活祭，圣洁的活祭，互主去引助你来，教阮同在，互阮知影，阮是祭司，是祭米，也是祭坛。主啊，唯有圣洁的这个活命，才会当去应上帝你的同在，互阮会当真正来宣告，阮要将家己完全献伫祭坛，互主。这是咱请兄弟起立。咱用这首的诗歌，会当，互咱阁有较有信心来仰望上帝，互咱家己，将家己完全献伫上帝的面前，讲主，我要互你来使用，你来用我的一生，互你来得到荣耀，互这人来得到益处。哈利路亚。有主耶稣是大。主，你来使用阮，无论阮有才能无才能，上帝只有阮有愿意的心，上帝你就要来用阮，互阮将阮的一生献伫这坛，互你来使用。我就想念我港里那回团的我心，我将我的主爱无个谈断世间，我将一切我所有的你赐我主，等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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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会临到，有主宝贵是我罪，我团你无悔，两面相留的感情，有一把手加线，他将一切我所有的你赐我主，等候。
主啊，就亲像你借着使徒保罗所教示阮的，互阮知影，阮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献伫祭坛顶面。上帝，你讲，这是你所喜悦的，这是阮伫你面前的侍奉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啊，阮的心来到伫你面前，阮要来仰望你。当阮献上阮家己，是阮的心志。但是主啊，求你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知影，阮要怎样会当持守这个心志，嘛会当怎样伫阮的一生当中，倚靠你一生无偏离。阿门。主求你甲阮同在，求你引带阮的道路，互阮每一天会当借着上帝你的话语来炼净阮的心，来引带阮的道，互阮会当借着上帝你的道。会当知影讲，上帝啊，阮伫即个地上要怎样正做光，正做盐，正对伫正人当中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中，互阮带着信心要来仰望你，带着信心要来跟对你，带着信心，阮要讲上帝啊，阮是你的后生查某囝，愿阮的活命伫即个地上显出上帝你荣光的所在。主，感谢你。愿你祝福，愿你看顾，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成做咱信仰的告别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。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列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叫我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。圣道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这是咱要来读启用文第26篇。我来客兄弟来引何的所在，咱同个做伙来读。恁着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拢要向耶和华歌唱。着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伊的名，日日传扬伊的救恩，伫咧邦中述说伊的荣耀，伫万民中述说伊的奇事。外邦的神拢属虚无，独独耶和华创造诸天，有尊严有甲威严伫伊面前，有能力甲华丽伫伊圣所。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予伊，摕强米来建立伊的义务，就以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，全地要伫伊的面前扬扬喘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澎湃。阿门。下面的时间，咱请少伟传道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看顾甲引带，互咱搁会当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会当来会当来敬拜，会当来听道，会当来用咱的心来跟对咱的上帝。只是请咱同齐来掀开伫周报第4面。伫周报第4面，也是咱若有早咱家己的圣经，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上读的经文。咱所要一同来分享的经文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6章12节到21节。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6章12节到21节。现着，请咱着同心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，请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
徛伫耶和华的坛前，举起手来，就徛伫台仔顶，当着以色列会众跪落，天举手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天顶地下无有神会当甲你相比。你迄个真心行伫你面前的仆人，守约是自爱。当向你仆人我爸大卫所应允的话，即马应验了。你亲嘴应允，亲手亲成就，正亲像今仔日共款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你所应允你仆人我的爸大卫的话讲。你的子孙若谨慎家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亲像你伫我面前所行，就不断坐伫以色列各位。即马求你应验即个话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成就你仆人大卫所应允的话。上帝果真甲世间人同徛起伫地上吗？看啊，天甲天顶的天，尚且不足你徛起的，何况是我所起的即个殿呢？只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随顾仆人的祈祷祈求，就听仆人伫你面前的祈祷呼吁，愿你日暝看顾即个殿。就是你应允立做你名的基础，求你随听仆人即个所在祈祷的话，你的仆人甲你的民以色列即个所在祈祷的时阵，求你对天顶你的基础随听你赦免，阿门。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圣哉的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阿乐你，阮感谢你。当阮看到所罗门这个国王怎样用起圣殿来荣光上帝你的名，怎愿你亲自借着这个圣殿的启示，踮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知影，阮要怎样。伫即个世代当中，有缘会当起造即个圣殿，有缘会当伫即个地上来荣光你的名，来传扬你的名。愿上帝你照着你的心意，你的看顾伫阮当中来引带阮，来扶持阮。下面的时间，求你借着你的道，洗净阮的心，引带阮的路。阮的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历代志下，要甲兄弟姊妹讲歹势。过去几礼拜我伫周报当中，我即礼拜较发现讲，周报当中过去几礼拜看的是列王记，但是呢，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历代志的这个经文。可能定定有兄弟姊妹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咧读列王记甲历代志的时阵，拢看到讲，为虾米拢一直看到这个同款的经文一直咧出现？毋知讲这两卷册到底有虾米款的差别？其实历代志甲列王记虽然拢是咧记录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但是呢，因记载的目的无同款。搁较准确的来讲，列王记呢，咧记载的目的是写予遮个已经遮个国家灭亡被掠的遮个犹太人，伫当中因需要知影因的国家为虾米会灭亡，因的国家为虾米会灭亡。所以列王记伫当中记了真济，遮因过去遮个王，因是怎样做虾米款的歹代志，就是因离开上帝的道。伊去敬拜遐个偶像，起造遐个躯坛，所以伫当中就有列王记伫当中特别以色列百姓讲，恁个国家为虾米会灭亡？就是因为过去恁个国家偏离上帝的道。但是历代志呢，毋是安尼，历代志毋是干那讲遮尔，因为历代志是要写予遮个被掠归回
到伫迦南地徛起的遮的犹太人。所以，伊有一个更较重要的目的，因要更较侪来引带遮的以色列百姓，转来到伫迦南地遮的以色列百姓，恁爱来登起圣殿，恁爱伫当中更较侪来专心来敬拜恁的上帝。所以伫历代志遮的即个作者呢，咧写互遮的人的时阵，伊特别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。就是因真强调圣殿伫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位置，因真强调圣殿的意义是啥物。所以借着今仔日，咱会当来看，当过去的以色列人，伊经历遮个国家灭亡，伊经历遮个因的遮个百姓拢被掠到伫外邦的国家，后来当因归回的时阵。因可能已经唔知影，即个国家过去生做啥物款。因敢若知影讲，过去因的祖先捌敬拜即位上帝，但是因感觉讲，即位上帝，伊肯定是已经离开阮啊！即个上帝敢是已经唔睬阮了吗？为虾米阮国家到伫即个地步，上帝拢无帮助阮呢？可能这是。迄个时阵，以色列的百姓伫因心内面有即个真震动，即个心声。但是伫当中，历代志要对遮以色列百姓来讲的代志，伊讲：咱犹原是上帝百姓，咱犹原是上帝的子民，咱爱倒转来回头来朝找上帝，咱爱倒转来回头来倚靠咱的上帝。伫过去即礼拜当中，伫南部地区拄着真大的遮个雨水，遮个雨水呢嘛造成伫南部地区有真侪所在拢有淹水的状况。伫这当中呢，其实伫阮兜嘛是伫阮兜呢嘛是咧淹水，所以呢，互恁来看即个相片即个相片就是伫阮兜门口即个相片是阮兄哥翕的，伊就伫当中伫半暝的时阵，就伫当中即个大水就开始起来，就伫当中即个雨落到遮尔大，好佳在伫阮兜过去已经有淹水的经验，所以阮知影讲就是安那，就是若是雨落足大的时阵，就爱安那爱用即个水闸门就伫当中甲伊砸咧，就水就袂淹入来，所以伫当中。水袂入来的时阵，咱就想讲这可能已经安心嘛。其实呢，伫这当中，阮无遐早发现啦，较早发现的是阮兄哥，所以因知影讲你听到雨声足大，伊就开始咧半暝的时阵，就开始伫当中来搬这来去炸这个雨水。炸了后呢，咱就想讲这炸已经有够悬啦，安尼已经应该安那，应该特动啊啦。应该安全啦，应该水袂入来啊啦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恁感觉讲这安尼就无代志啊吗？真正是安尼吗？后来呢，阮就去楼顶开始继续困，困到早起时的时阵个听到阮爸甲阮叫落来讲啥物呢？就叫来发现，为啥物一楼嘛淹水啊？嘛有一寡水入来，就一直咧摒扫的时阵，就一直咧想讲到底这水是对倒位入来啦？伫外口其实拢无淹入来，为什么水会入来呢？咱就一直咧做，一直咧想讲，可能是为后壁遐有一个可能一个阳台伫当中可能有漏水，也是有啥物对即个排水孔遮浮起来。其实咱无伫当中去注意到遐，所以就无去去阻挡遐个水入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伫当中会当来，互咱了解的代志就是，咱可能定会想讲，我做遮，我就想讲安尼啊，我就安全啊。我可能想讲，我已经有做安尼就有够啊，安尼就安全啊。但是呢，可能伫其他的所在，伫咱外面其他的所在，有其他的破空是咱毋知影的。有其他的破空，其实是咱
咱还未发现呢。对着当时历代志，咱看到历代志的遮个以色列百姓，其实就是要互因知影，因过去瓦靠的是啥物？瓦靠因的国家，瓦靠讲哦，瓦靠因有大笔的王权伫当中，因为大笔的王位，因为因有大笔真做因的王，有大笔的后裔真做因的王，伊就想讲安尼啊，安尼咱就是阮就是以色列的百姓，阮是上帝的子民，阮安那，阮妥当啊，阮毋免惊，上帝会保守阮。但是因毋知影，其实因的破空伫倒位？因的破空就是因偏行上帝的道，因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因去行因家己想要行的道路。其实毋是上帝离开因，是因离开了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咱活命当中，咱嘛爱来思考，咱活命安全感是对什么所在来的呢？伫即个世代的人，大部分的人伫因的人生当中，就是真拼命，用财富、用地位、用名声、用遮所有的成就，要来安那，要来起造家己的生活。要来想讲哦，我的生活吼，若是有够有钱，若是有较悬的地位，若是有好的名声，若是有好的成就，安尼我的一生就有够，我的一生就有保障啊！但真正是安尼吗？敢讲咱的人生就真正因为安尼就会当稳固啊吗？咱咧想的代志是。咱的活命真正的破空是伫倒位呢？咱的活命真正的破空，敢真正是遮的物件吗？还是讲，其实讲，真正的破空是伫咱的心内面。真正的破空是伫咱的心内面。今仔日的经文伫当中，是一个真特别的经文，真特别的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当伊安那，当伊起造圣殿了后，伊要安那？伊要来献殿、献给上帝的时阵，伊伫当中做了这个祈祷。这段经文其实，咱今仔日所读这段经文，敢若是这个祈祷的开始尔。其实伊的祈祷足长的，但是伫当中，咱会当来思考，所罗门是怎样来讲这个圣殿，怎样来描述这个圣殿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当中，伫大志下第6章12节到13节，伫当中讲到所罗门伫当中伫以色列会众面前，伊徛伫耶和华的坛前。咱会当看到这个所在，当伊要献殿的时阵，咱会当想看卖吼，若是今仔日啦，遮个政府的官员呐，若是咧起造啥物款的。遮个建筑物吼起造好啊，因为一定会安那，一定会组织足侪人伫当中安那，就开始剪彩啦，就开始剪彩讲哦，这是咱政府的遮个丰功伟业吼，你伫当中看到吼，就爱感恩政府啦，就是安尼。但是所罗门毋是安尼哦，伊伫当中徛伫以色列会众的面前，伊徛伫耶和华的坛前，经文甲咱讲。伊举起手来，伊搁安那特别制作一个台啊，伊就徛伫台仔顶，徛伫台仔顶安那跪落。伊徛伫台仔顶跪落，这跪落是啥物意思呢？这跪落的意思是，这个圣殿的荣光毋是属伫我的，这个起造圣殿这个荣光毋是属伫我，是属伫上帝。起造圣殿这个荣光，毋是因为我做这个王，我有做了偌尔好的政绩，毋是安尼。所罗门要以色列百姓来讲的，就是伊跪落，伊天举手，伊讲我要将这个殿献给上帝。对安尼，咱会当知影，对宝座顶落来，所罗门毋是坐伫宝座顶。咧述说伊有啥物款的丰功伟业？所罗门是行落来到伫台仔顶，伊跪落伫台仔顶，伊伫当中要以色列百姓讲，即个圣殿
以后就是恁会当来超找上帝的所在。这个圣殿就是以后恁会当来超找上帝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跪落仰天举手，这个画面代表了所罗门伊离开地上的王位，伊全然降服天顶的上帝。这个概念就是要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以色列人啊，其实恁有真重要的身份。其实恁有真重要的身份是啥物身份呢？恁是上帝的百姓，恁是上帝的百姓。伫历代志伫当中，要写互遮的比利亚归回犹太人，因伫当中读了即卷册的时阵，因所会当接受到的，上帝要对因所讲的话，就是讲，恁毋是干那挖靠，恁是啥物？恁是啥物款的？恁军队是倒一位王？其实恁更较重要的是，恁是敬拜倒一位上帝。伫即当中，即个意思就是讲到，因对国家认同转向敬拜认同。即个意思就是讲，伊要对遮犹太人讲，决定你是上帝子民身份的关键，毋是因为你属伫倒一个国家，是因为你倒一个上帝来敬拜。决定你是上帝子民身份的关键，毋是因为你是属伫倒一个国家。毋是因为你属伫以色列，毋是因为你是军队代表的后裔做王，是因为安那？是因为你是耶和华上帝来敬拜。这才是你是上帝子民的关键。这才是你是上帝子民的身份，这个真重要的证据。对今仔日咱的对今仔日咱遮的基督徒来讲，无论咱的生活踮伫啥物款的困难当中，拄着啥物款的风影，咱嘛会当知影，咱会当倒转来超找上帝。上帝无离开咱，咱嘛伫当中，咱会当即位上帝来敬拜、来祈求，上帝会伫当中来引带咱的道路。所以，咱就继续来看，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。上伫历代志当中讲到圣殿的意义，圣殿的意义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就是旧约圣经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起圣殿呢？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起圣殿呢？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伊要伫有限的空间当中来拄到这位无限的上帝。真侪宗教圣殿。真侪宗教，因咧起圣殿的时阵，拢是因为安那？因为因想讲，伊要互因的神明，要伫地上有一个徛起的所在，所以伊就安那？伊就起一个圣殿，讲哦，安尼这位神明啊，你以后就徛起伫遮。所以就安那？所以就若是有要敬拜这位神明的，就会当来到遮来敬拜伊。但是呢，对圣经的观点来看，对圣经的观点来看，这个起圣殿的意思，起圣殿的这个核心的动机，不是因为上帝需要一个徛起的所在，乃是因为上帝要人的启示甲稳定。咱就来看，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伫经文当中继续甲人讲。所罗门伫伊的祈祷当中，伊特别祈祷到上帝，这位上帝是一位安那守约是慈爱的上帝。守约是慈爱，安尼伊守约是守啥物约呢？伊守约是守的，伊所守的约就是安那？伊所守的约就是过去这个上帝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过去甲以色列人因的祖先所立的约。毋是甲即个时代的人所立的约，是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。但是到即个时阵，上帝犹原守条即个约，所以较会讲即个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。伊守啥物约呢？伫经文当中，甲人讲到，其实有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西奈的约，
西奈的约就是安那，伫圣殿当中会放，即个今仔日的经文当中无讲吼，但是圣殿当中有放啥物？大家敢知？圣殿当中有放约柜啊，就是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内底有啥物？吼，约柜内底有安那，有即个十条诫命的即个石板，佮有啥物？佮有阿伦，即个祭司阿伦伊发芽的即个杖，佮有啥物？佮有即个底玛纳的即个杆仔伫当中。所以伫当中，即个10条诫命的即个石板，就是特别要讲到，这就是西奈约，就是耶和华上帝伫西奈山、伫西奈的旷野，伫当中要甲伊伫迄个时阵，甲以色列人立约的时阵，伊就用这10条诫命，用这律法，要来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讲：恁若是守条，因为恁是我的百姓，所以恁爱守这个诫命。恁若守这个诫命，就是咧守这个约。恁守约，我嘛守约。这就是以色列，这耶和华上帝对迄时的以色列人所讲的。所以伫当中，咱会当看到，这西奈约所代表的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。因为这个西奈约，因有这个证据，知影讲我是上帝的百姓。后来呢，阁有另外一个约，另外一个约是啥物呢？另外一个约就是所罗门伫伊祈祷当中一直咧讲到的，伫伊的这段祈祷当中，敢若4节的经文，伊就讲了3摆，讲安那。伊仆人，我的爸大卫所应允的话，你所应允你的仆人，我的爸大卫的话，你仆人大卫所应允的话，讲了3摆，这是大卫的约，就是所罗门一直咧强调讲，哦，你耶和华上帝，你过去捌你的仆人大卫应允的话，你今仔日应验啊！你过去捌你的仆人大卫的话，应允的话。到今仔日已经应验什么时阵？就是圣殿起好的时阵，就是伫当中，你会当看到讲，所罗门要互这以色列百姓去感受到，哦，这是上帝的应允，起圣殿是上帝的应允，起圣殿是成就上帝应允的一个作为。所以大卫的约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伊代表了以色列人因的国，代表。上帝要甲大卫立约的时阵，这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稳定的约，是应允大卫的后裔永远的坐伫宝座顶。这是上帝甲大卫所立的约，就是讲你甲你的后裔要永远要安那，要坐伫你的宝座顶，要坐伫这个宝座顶。但是呢，对迄时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因的王已经毋是安那。已经毋是大卫的后裔，因的国家要亡啊！因被掠到伫外邦的国家，因的王是安那？是遮的巴比伦王，是波斯王。因毋知影讲到底大卫的后裔伫倒位，所以到伫历代志当中，就是要来对遮以色列人来讲，其实恁爱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是一个永远的愿望，就是未来会有一个弥赛亚。有一个弥赛亚，这个弥赛亚是大卫后裔，这个弥赛亚会永远守条这2个约。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，伊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伊所显出伊的救赎，伊的救恩，会当来，互咱得到新的身份，会当来恢复咱上帝子民的身份。耶稣的再来，要来建立伫一个新的荣耀的国。这是大卫的国，这是迄个时阵，当以色列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上帝要互因有一个愿望，上帝要互因有一个瓦壳，知影讲，恁永远会当知影，上帝是守约、是慈爱的上帝。你永远爱知影，上帝是守约、是慈爱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。咱的上帝，毋是干那伫咱有好的表现的时阵，才来听咱。毋是因为讲哦，
咱做了虾米款好的代志，因为咱真认真咧敬拜上帝，上帝较疼咱，毋是安尼。经文甲咱讲，上帝亲嘴应允，伊嘛亲手成就。伊亲嘴应允，伊嘛亲手成就。成就啥物呢？成就伊对咱的疼，成就伊对咱的应允。当咱感觉讲咱家己是软弱的，是失败的，是袂堪得的，上帝犹原拢陪伴伫咱的活命当中，要互咱会当伫当中定心倚靠这位伊所应允的弥赛亚耶稣基督。咱的活命会伫当中倚靠伊，咱就会憔悴。耶和华是咱活命当中上大的倚靠。耶和华是咱活命当中上大的倚靠。第二部分，咱就来看历代志继续伫当中所罗门的祈祷讲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伊讲安那，上帝敢真正甲世人同徛起伫地上吗？伊咧祈祷的时阵，伊讲安那，就是他拄仔咱所讲的，其他的宗教因咧起圣殿的时阵，拢是安那，上帝需要有一个徛起的所在。但是所罗门讲，上帝敢真正有需要一个徛起的所在吗？伊讲看呐，天甲天顶的天，拢安那，拢无够上帝徛起。上帝是遐尼大，敢会当干那徛起伫这小小的圣殿安尼尔吗？伊特别讲安那咱爱想看卖。所罗门讲即句话，安尼伊为虾米要起圣殿？因为安那，因为伊起圣殿，毋是为着要互上帝有一个徛起的所在。伊起圣殿是为虾米呢？伊起圣殿是安那？后壁即句经文所讲的，只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随顾仆人的祈祷祈求，落听仆人伫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这个意思是虾米？这个意思就是上帝所罗门伫当中起这个圣殿，毋是要互上帝徛起伫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毋是为着上帝来起的，这个所在是为着人来起的，是为着人会当来到伫这个圣殿当中来祈祷，所以咱起这个圣殿伫遮。所以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无需要一个徛起的所在伫地上，是人需要有这个圣殿，通互人会当知影讲哦，我会当来遮来我的上帝来祈祷。这是起圣殿的意义。所以对安尼，咱就知影所罗门伫当中所讲的这个圣殿的意义，其实就是要设立一个属灵的 GPS 坐标。这个坐标是啥物意思？就是经文当中所讲的，愿你日暝看过这个殿，就是你应允伫做你名徛这个徛起的所在。求你随听仆人这个所在祈祷的话，你的仆人甲你的民以色列这个所在祈祷的时阵，求你就安那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来随听。并且下面，这个意思就是甲咱讲起造圣殿的意思。起造圣殿的意思，毋是因为上帝需要一个徛起的所在伫当中，乃是因为上帝知影咱需要有一个会当伊祈祷的所在，通互上帝会当听咱的祈祷。上帝就会随听，伊就会赦免。这是一个上帝为着遐个软弱、会犯错的百姓所设立的一个路标啊。这个路标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圣殿起伫遮，就是要指引咱的上帝，指引咱的上帝。我用一个比喻来甲大家讲，就是这个 GPS 坐标的意思就是安那，就是咱若是坐船坐。咱伫地面上吼，咱伫即个陆地吼，咱拢会安那，拢有即个电话讯号吼，咱会安那，咱会当敲电话，会当用网络，会当来通讯。但是咱若是坐船的时阵，
到伫船驶到伫海面顶的时阵吼，到伫周围伊拢无遮个陆地的时阵吼，其实因是无遮个电话讯号，无啥物网络的，因要怎样会当对外求救？若是伫迄个时阵，即个船吼发生啥个船难的时阵，伊要怎样对外求救呢？伊就是安那爱发射讲伊的 GPS 坐标，伊的卫星定位讲伊即马伫啥物款的所在的。发射讲哦，伊即马伫经度多少、纬度多少的所在，安那周围的遮个船，若是收到即个讯号，伊就知影讲哦，即个所在有需要求救，就安那，伊就会开即个坐标来。这就是即个 GPS 坐标的意思，就是当人找袂到即个方向的时阵，有即个定位伫当中。即个 GPS 坐标伫当中的时阵，周围的人就知影讲哦，要来敲找即个所在。但是呢，圣殿的意义就拄啊好倒并。圣殿的意义毋是讲，就是要救咱的人，要救咱的迄个上帝，毋是来找咱，是咱会当来找到即个坐标，来上帝来求，来祈祷，来求赦免。咱会当上帝来求救，即个意思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圣殿的意义就是讲，咱毋是干那伫咱原本的所在咧等待上帝来救咱，咱是会当来到伫圣殿当中来献上咱认罪悔改的祈祷，献上咱认罪悔改的祈祷。经文特别甲咱讲，所罗门的祈祷当中特别讲到，即个祈祷是认罪悔改的祈祷，所以上帝较会用赦免即个字来讲到哦，因为人认罪，所以上帝就赦免。对遮个比勒规会的百姓来讲，即个愿望就是对因会当对因登起圣殿有一个动力，有一个愿望，讲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我知影。即个圣殿的意义是啥物？所以咱就知影，因就知影讲哦，因要怎样伫当中开始安那登起圣殿？因为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真重要，圣殿对迄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真重要。因要登起圣殿，意思就是讲，因要定心来起造一个会当互百姓上帝来呼求赦免的所在。无论遮个百姓过去经历偌济失败，只要因找到即个坐标，因来到伫当中，献上认罪悔改的祈祷，上帝应允讲，伊若伫天顶听到，伊一定会赦免，伊一定会赦免。圣殿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甲咱讲，咱永远有安那有回转归上帝的机会。伫上帝恩典当中，失败甲罪恶永远毋是人生的终点。无论过去咱做啥物无好的代志，咱做啥物款离开上帝道路的代志，只要咱愿意重新倒转来敲找上帝，上帝一定会垂听并且赦免。这是上帝当时的以色列人羞辱施主爱的方式。这嘛是上帝即摆的基督徒要来显明伊疼痛、显明伊的权能的方式，互咱会当知影讲，咱到伫今仔日的教会，咱会当怎样来做呢？旧约的圣殿是安尼来运行的，安尼今仔日的教会，咱会当怎样来做呢？今仔日的教会毋是甲过去同款。今仔日的教会是已经经历基督福音的大能力，所以咱已经改变啦。今仔日的教会要成做一个会当安那，会当去刷所在的圣殿，是移动的圣殿。咱是会当到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悠然会当成做圣殿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即摆的教会无搁再是一个固定伫耶路撒冷的建筑物，即摆的教会
是每一个受圣灵充满、受基督车牌的基督徒，会当到伫世界逐角落，拢会当成做即个世代圣殿，拢会当成做即个世代圣殿。所以，咱就来看经文当中，甲咱讲，历代志下6章20节，即个祈祷甲咱讲。愿你日暝看顾即个殿，就是你应允立做你名徛起的所在。伫这当中讲到旧约，伫旧约当中，上帝将伊的名立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即个特别的空间。但是呢，到伫新约的时代当中，无搁再是安那，无搁再是安尼啊。伫新约时代当中，耶稣捌讲过，即个圣殿安那会毁灭。但是我3日以后，搁要起来。这个意思是啥？这个意思是讲，这个圣殿无搁再成做古早的圣殿啊。未来的圣殿，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当咱自己的时阵，咱就会成做圣殿。就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18章20节所讲的，耶稣讲，因为无论伫倒位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。伫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，伫遐就有我伫因的中间。伫这当中嘛，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奉主的名来聚会，奉主的名来聚会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上帝毋是干那踮伫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上帝嘛踮伫安那，踮伫奉主的名聚会的人当中。所以当咱2、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咱就是咧安那，咱就是咧起圣殿，咱就是咧起圣殿。耶稣伫遮就是用即个圣殿的意义来对遮的门徒来讲，教会意思就是安尼。教会意思就是，恁会当伫恁无论踮伫世界的逐角落，恁拢会当来显出上帝的同在。安尼，恁就是教会啊。安尼，恁就是教会啊！所以，这个意思就是，旧约圣殿是上帝的名立伫遮，但是百姓爱去圣殿来朝见上帝。但是到伫新约的圣殿，咱是奉上帝的名来组织。圣殿是百姓来彰显上帝的同在，这款的意义。新约的教会要成做一个。会当刷所在的圣殿，新约的教会要成做一个会当伫世界逐角落会当彰显上帝同在的圣殿。第2个部分，这个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。伫所罗门的祈祷当中讲到，你随听仆人这个所在祈祷的话，你的仆人。甲你的民以色列即个所在祈祷的时阵，伊都特别讲到，即个圣殿的意义，就是人会当来对上帝来祈祷。所罗门伫祈祷当中一直讲到，愿上帝随听即个所在祈祷的话，这是咱一开始一直咧强调一个重点，决定你是上帝子民的关键，毋是因为恁属伫倒一个国家。乃是因为你是倒一位上帝来敬拜，是因为你对耶和华上帝敬拜，所以你就是上帝的子民。所以这当中，代表的意思就是讲，毋是因为你是大笔的后裔，毋是因为你是犹太人，就算讲你是外邦人，你若是愿意耶和华上帝来祈祷。安尼，你嘛是成做上帝的子民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会提出一个真重要的圣殿的意义。伊讲到，这是万民祈祷的殿。万民祈祷的殿意思就是，这毋是干那犹太人祈祷的殿，这是万民，是包括犹太人、包括外邦人会当来祈祷的殿。所以，这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。教会要成做一个会当所在圣殿，咱会当跨过这个地理空间的限制，
咱会当无搁再限制伫某一个空间当中，因为即个群体是万民祈祷的殿，因为即个群体要互即个世间来看到讲，咱去到伫生活当中的逐角落，咱拢会当借着祈祷，求上帝伫当中同在，求上帝伫当中建立祈祷的殿，所以这就是咱会当诚做伫无共款的所在建立祭坛的方式。当咱不断咧推动祭坛这个意义，祭坛的意义毋是讲哦，咱就是来到教会伫遮做伙来祈祷，安尼较叫做祭坛，毋是安尼。当然，伫教会祈祷，这是一个祭坛，无毋对。但是这祭坛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，毋是干那伫礼拜堂的内面。咱咧讲到教会意义的时阵，一直咧强调的就是教会意义，毋是即个礼拜堂。教会意义是咱所有伫遮组织的兄弟姊妹，咱遮的基督徒称作教会。所以当咱离开即个礼拜堂，当咱今仔日主日崇拜结束了后，咱离开即个礼拜堂了后，咱敢是搁称作教会？是。咱离开即个礼拜堂，咱犹原搁称作教会。咱会当伫咱的工作的场所，咱会当伫咱的校园的内面，会当伫咱的家庭当中，当咱伫当中来起祭坛、来守望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就伫当中。教会就是要成做即个移动的即个圣殿，要来跨过即个地理空间的限制，要互所有敬拜上帝的人，拢会当伫当中来祈祷的即个万民祈祷的殿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我要鼓励大家，当今仔日主日崇拜结束，离开即个礼拜堂了后，毋是着想讲哦，我着一礼拜后，较搁来甲上帝见面，安尼就好啊。毋是安尼，咱爱伫咱平常的生活当中，每一天甲上帝见面，每一天来呼求上帝伫咱当中，每一天求上帝来引带咱，每一天求上帝来保守、来看顾咱，每一天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工作的场所来祈祷，这是咱诚做万民祈祷的殿真重要的意义。咱要伫无论啥物款的位置，咱要为着即个世代，为着即个无认捌上帝的世代来祈祷、来呼求。第三个部分，咱要看到历代志下最后这段经文讲到，求你对天顶你的徛起的所在垂听，垂听并且赦免，垂听并且赦免。伫所罗门的祈祷当中，有一个真关键的动词，这个动词就是当上帝听到咱的祈祷的时阵，伊毋是干那会听咱的祈祷尔。伊听，伊个会安那赦免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赦免是上帝回应百姓祈祷的方式。赦免是上帝回应百姓祈祷的方式，也就是讲，当百姓献上认罪悔改的祈祷的时阵，上帝一定会垂听，上帝一定会赦免人的罪。伫旧约当中。旧约的百姓，若是伫圣殿当中要经历赦免，就爱安那，就一定爱炸祭米来到伫祭坛当中，就用祭米的火来洁净。但是到伫新约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做伫十字架顶，成做迄个永远的赎罪祭，所以咱毋免搁炸即个实体的祭米来到伫祭坛顶面。咱无搁再需要用火来洁净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咱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，咱诚做，咱已经得到赦免。所以咱是安那，咱是已经经历福音的大能，咱是已经经历福音的大能，咱会当安那
会当恢复上帝子民的身份。咱正做一个新的圣殿，咱会当带着这个会当赦免的恩典，上帝赦免人的恩典，会当伫这个世代，会当来这个世代的人来讲，上帝会看顾你，上帝会赦免你。这个圣殿要成做一个福音甲恩典的出口。这个圣殿要成做一个福音甲恩典的出口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咱伫过去伫过去几个月当中，咱一直咧讲到教会意义，一直咧讲到教会意义。当我讲道的时阵，我所分享的题目，拢是咧讲到教会意义。教会到底是啥物款的存在？教会伫即个世代当中，到底是啥物款的存在呢？可能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一定爱知影一个代志：教会是为着人来设立的。教会是为着人来设立的。教会是特别为着遐个需要上帝怜悯、需要上帝看顾、特别需要上帝赦免的人来设立的。教会毋是咱敬拜上帝的人会当伫遮同齐聚集、同齐欢乐的即个所在安尼尔。教会毋是一个俱乐部啊，教会要成做一个为着人来设立的教会。过去已经过往的即个天主教教宗方济各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安那，教会应当是成做一个野战医院，毋是成做一个边境海关啊！这是啥物意思？咱若是咧边境海关是啥物意思？边境海关就是咱若是坐飞机吼去到别个国家，落飞机的时阵要入关伊就会安那会审查嘛，会伫当中审查讲你对啥物所在来，你来即个所在是要做啥物，伊就审查你若有过关，较互你入来。这叫做边境海关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教会毋通成做即个边境海关。即个意思是啥物？教会毋是咧审查讲，你有啥物款的资格，你才会当入来教会。你爱达到啥物款的标准，你才会当入来教会。你来教会，你是要来创啥的？你若毋是有正当的理由，我毋准你入来教会哦。毋是安尼。教会应当爱安那，即个方济各讲安那，教会应当爱成做一个野战医院。野战医院是啥物？就是伫战争的时阵吼，会伫战场当中，就设立一个病院，会当来帮助遐伫战场当中受伤的遮个士兵。所以方济各讲了一句话，伊讲安那，我将教会看做是一个伫战后的野战医院，伊的意思就是安那，对一个身受即个重伤的人来讲，你搁去问伊讲你即摆的胆固醇敢有相关？你即摆的血糖指数是偌济？安尼是无意义的啦。你必须要先医治伊的即个伤口，伊较会当等伊的即个伤口已经稳定了后，较会当来讲安尼，咱会当来看会怎样来恢复你的健康。你袂先去问讲你会当达到啥物款的标准？安尼我较来救你，毋是安尼。野战医院的意思就是，无论啥物款人来，我拢会当安那，我拢甲你救。我就是尽量甲你救到你会活，你灵性会当活咧，较来讲安尼后壁咱会当安那来做。这是野战医院的意义。方济各伫当中讲了一句话，伊的意思就是要甲人讲，教会意义就是要行伫遮个受伤的人群当中，伫当中要先安那，先为因治疗，较来引带因明白上帝，先为因治疗，较来引带因讲，其实恁会当安那做。其实你会当安那会当来
安那来回复，先为因治疗，先帮赞因，并且教会是安那，是主动出去的，是主动出去的，毋是一直咧等人入来的。教会边境海关就是坐伫遐等人入来，但是教会毋是安尼，教会是爱主动出去，去到伫别个所在，伫当中遐个阁无认捌上帝的人来讲，恁为虾米需要上帝？恁为虾米需要上帝？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咱真做一个圣殿，一个会当刷所在的圣殿。咱就是爱真做，亲像野战医院即款的教会。伫教会当中，咱会当稳准人是带着生活当中的受伤，是带着伫家庭、伫婚姻当中的受伤，是带着可能伫工作当中的失败入来，到伫咱当中。但是伫遮，咱无去定罪人的好歹，咱是透过敬拜，透过祈祷，要甲人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，互耶稣的疼带来真正的赦免，互耶稣的疼，互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互耶稣的救恩带来真正的赦免。伫咱活命当中，咱爱思考教会要成做啥物款？教会要成做啥物款的教会？愿咱的教会会当一个跟对上帝来行，毋是靠着咱的教会起了偌水，咱的教会起了有偌互人感觉讲哦，你的教会做了真好，毋是安尼尔。咱爱去帮赞人。教会是为着人来设立的，教会是为着人来设立的。伫历史当中，甲咱讲到，过去的圣殿，无论起了偌尔光鲜亮丽，到落尾，遮个圣殿拢会变做是安那？变做是废墟啊，拢会毁坏去。这个世代，无论起了偌尔水的建筑物，以后有可能拢会毁坏去。绝对袂毁坏是啥物？是上帝的道。圣经甲人讲，天地拢会过去，但是上帝的话是永远忠顺的。咱爱定心来思考这个代志。这是我。伫我手机仔的即个圣经吼，手机仔的圣经软体，伫当中就讲，我过去已经连续118天啦，118天连续拢安那，拢读圣经，就是安那，就是用手机仔迄个圣经软体读圣经。啊，连续118天，后来呢，突然有一天呢，就袂记得开手机仔的圣经。但是我有缘有读圣经，但是我是读纸本的圣经，我无开手机的圣经。安那，即个圣经软体呢，就安那甲我讲哦，你错过了一天，无关系，你阁会当定心来。各位亲爱的兄弟，我要讲的代志就是安那，我要讲的代志就是，咱可能一直咧持守讲哦，我一定爱做到啥物，一定爱做到啥物。但是安那，其实。咱毋是挖靠讲，咱做到啥物，咱达到啥物款的标准，咱较会当成做上帝的百姓。其实，咱即个标准呢，毋是咱入来教会的标准。即个标准是安那？即个标准是咱评断咱家己讲，咱敢是有真正听上帝，咱敢是有真正较无上帝的话。就算讲有一天袂记住，嘛袂要紧，因为安那上重要的是，咱愿意伫上帝面前有谦卑憔悴伊的心志。上帝所要爱的，毋是咱会当达到偌尔高的标准。上帝所要爱的是，咱伫上帝面前会当谦卑憔悴伊的心意。圣殿的起造嘛是共款，圣殿的起造毋是因为要互咱
会当达到什么款的标准，所以起这个圣殿。圣殿的起造是因为要互咱会当更较亲近上帝。圣殿的起造是为着要互咱会当更较亲近上帝，所以咱较起这个圣殿。所以今仔日的教会，咱咧起这个世代的圣殿，要安怎起呢？今仔日的教会，咱要起这个世代的圣殿，咱要安怎起呢？咱要起的，就是要起一个2、3个人奉主的名组织，成做圣殿的教会。咱莫成做一个，敢若每一礼拜来参观圣殿、来消费信用的这个宗教的观光客。咱要成做一个起造圣殿的工人，并且咱要成做一个伫其中服侍上帝的祭司。咱要成做一个起造圣殿的工人，并且伫当中服侍上帝的祭司。愿咱的教会搁较侪经历福音的大能力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咱拢会当成做即个世代圣殿，引带人来认捌主，引带人上帝来祈祷，引带人上帝来呼求，上帝伫天顶随听伊着赦免。这就是即个世代要成做圣殿上重要的意义。咱同齐来祈祷。看讲世间人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引带阮，搁一摆来带领阮，互阮知影，阮伫即个世代所起的圣殿，毋是亲像过去要起即个真辉煌的圣殿。阮伫即个世代所起的圣殿，是为着要伫即个世代当中带落来上帝你的同在，要彰显上帝你的能力，要传扬上帝你的福音，即款的圣殿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帮助阮；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引带安乐性教会，引带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知影要怎样伫即个世代当中同齐来起造荣光上帝你的名的圣殿。互阮知影要怎样伫即个世代当中，要来传扬福音，来见证上帝你的名，要来互即个圣殿成做万民祈祷的殿，要来帮助遐个受伤的人，要来帮助遐个有需要的兄弟姊妹，要来帮助伫阮身边遮个还未认捌上帝厝里的人。主啊，求你，你就伫阮的活命当中来帮助阮，来引带阮，互阮知影阮的人生要怎样倚靠你，对你来行。互阮知影，阮的教会要怎样倚靠你，伫即个世代当中见证上帝你的名。阮感谢你，愿你祝福，愿你引带，愿你看顾。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时间，咱要同齐伫主的面前，同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，就亲像咱看到当所罗门起造圣殿了后，伊将这个圣殿献给上帝。这个圣殿是真侪兄弟姊妹、真侪以色列百姓奉献因的心力、奉献因的劳力，伫当中做伙来起造这个圣殿。到伫今仔日，咱犹原会当用咱的活命，用咱的奉献来起造圣殿，互即个圣殿，互即个世代的圣殿，会当搁较侪借着咱的奉献，会当来传扬上帝的福音；借着咱的奉献，会当来做真侪真美善的事工，来荣光上帝的名。即时，咱着有备心，伫主的面前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献上咱的敬拜，献上咱的奉献，请咱同齐起立。咱做伙用诗歌回应咱的上帝，献伫祭坛互主。主耶稣是大恩。
万奉献予你，但将一切我所有献伫这道主，等候，等候，等候，成回临到。我渴求主成尊名，所献祈祷呼声，愿被上帝阿乐听，只是甲我做成，但将一切我所有献伫这道主，等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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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将一切我所有，但将一切我所有献伫这道主。等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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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回临到。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用伊慈爱双手来保护你、看顾你，做你活命当中永无摇动的倚靠，互你伫软弱当中来超找伊。仰望伊，就得到活命的平安甲愿望。愿主耶稣基督用伊十字架救恩来洁净更新你的活命，互恁恢复上帝儿女的尊贵身份。属灵的活命嘛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强盛。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，搁较侪较无上帝圣经的真理。互你甲众兄弟姊妹会当同心来追求服侍主，同心起造伫即个世代荣耀的圣殿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定定甲你三个同在，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，对担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。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